再来看赖清德总统呢，就职得要满一冬啊，伫咧接受访问讲到大罢免的时阵，伊是来强调这罢免是宪法予咱的权利，认为讲这是咧推展直接民权。也毋过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呢，伊说讲这所有的民主国家其实拢无希望发生罢免，即个赖总统是用罢免来解决调野的问题。在野党现在就在提出520要罢免您，对，你怎么看？这是立法委员所拥有的宪政的权利，这我必须尊重啊。就这1周年之前，总统赖清德接受网络节目专访，讲到即阵社会大罢免的情形。赖总统搁再讲到民主的问题，爱用更加大的民主解决。罢免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，而且认为是慢慢推展直接民权。案子太多了，都违宪啊，自然而然就会引起公民力量的出发，由间接民主、代议式制度。会往直接民权来走了。当罢免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时候，创制复决未来也会成为日常。全世界他要创造一个最诡异的民主奇迹，只要是少数就用罢免多数的方式来解决。那台湾以后就不断的罢免，每一年都罢免一次，然后只要选输了就是推翻重选。那我们以后干脆改为1年改选一次，不是最方便吗？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质疑赖总统讲话是用罢免解决调野问题，无经由沟通对话化解争议。尤其即阵有30位国民党立委通过罢免理解单送件标准，也搁罢免民进党立委1员挂零。朱立伦18连召3座政治说明会，协助罢免北市立委吴思瑶、吴佩益，呼吁国民党爱团结。谢谢主席。然后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一起团结，然后把联署书冲过第2阶段。其实谁在做事，谁在胡闹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。不管是里长还是议员，大家在社区地方上面做好事，帮助社区都来不及了，不应该去分说什么样的党派。吴佩益讲尊重罢免团体，同时继续鼓励走地方，而且得到国民党籍有上强里长之称的彭浩生的支持。对此，国民党台北市东部代理主委第7金讲，里长任内相关的表现拢会列入2026地方选举是不是提名的考核依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